荣耀充满伫个圣殿，所以咱要感谢咱的主，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也是伊的爸，就是人民的享受大安慰的上帝，得到所以恁除去拢总肮脏甲过野的恶毒，要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咱要做伙开声来祈祷来感谢，兄弟姊妹，你透早会当起来喘气你有感谢无？我拄仔看去坤英兄来，我讲你是对四个我诚心敬力，会当今仔日来敬拜学老，所以咱来开声来感谢，咱开声来感谢咱的主，咱上帝。兄弟姊妹，开你的声来祈祷，来感谢，来学老。哈利路亚，主，阮学老，阮感谢你。主，你是怜悯阮，你是看顾阮，你是赦免阮罪过的主。哈利路亚，主，你互阮会当伫阮的生命中间来经历。主啊，阮不愧说，阮伫阮的中间，你继续来引带阮，帮助阮。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主，阮衷心学老来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教育我用。主啊，阮感谢你，透早起来，阮会当看到主你所创造的这个自然，阮就来感谢你。阮会当呼吸，阮会当啉水，阮会当伫遮来行踏，阮通智慧伫遮来学老敬拜，阮拢要来感谢你。因为若毋是出伫你恩典，阮无法度徛伫遮来做伙敬拜，做伙学老。主啊，阮也感谢你的恩典，赦免阮的罪过。当离开西王，你赦免阮的罪过，也是遐尔远。愿主你来说，阮互阮会通记个你赦罪恩典，也通伫遮将做你是阮所管道，听阮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也这请坐，咱要为着这个国家城市来祈祷。最近咱看特别选举毋知要选啥物人所以伫迄个竞争的中间，只有上帝知伊要将啥物官兵要想诉啥物款的人，咱做伙用主的话伫遮做伙来宣告讲。万国啊，恁着学老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老耶和华。因咱要为着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互咱所徛起的土地是喜乐的土地，互咱的百姓是蒙福得到福气的百姓，互咱的执政掌权的遮个官员也好，遮个掌管者也好，互因是有人民、有公义，有认捌上帝。咱为着这个国家城市来祝福咱，才会通平安过去。开你的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互阮会通伫阮所徛起的土地、城市，遮个首长，从你名来祝福，互因的心有认捌你智慧的心来管理。主啊，互你的百姓，伫因所订立的遮个政策，拢会通得到百姓得到利益。所以你名来祝福阮的每一个百姓，认真的中间来得到自由。主啊，你是万行有主，阮来学老你，阮来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国权所有权柄拢是你所赏赐，因为你是万行有的主。主啊，你要互阮的百姓伫悔改、伫活倒转的中间来拄着你，看见你恩典，然后这个土地、这个国家。这个掌权的，拢会通认捌你，因为敬畏你就智慧，敬畏你就智慧好的政策，互百姓得到利益。阮徛起的心会通安居乐业。愿主你来说，阮为着这个城市来祝福，互阮市长所做的会当利益伫阮这个百姓伫生活的中间得到福利。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要为着咱的需要，每一遍。咱的需要拢无共款，咱要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来领受主的恩典，做伙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恁用所挂入的交伊，因为伊完成你。
搁一遍，咱讲迄个恁改做我，了解吼？我伊个来，我会凡所我类交付伊，因为伊关心我，主关心咱每一个，所以你读圣经的时阵，讲我最后你将你的名甲藏落，有带有应允的，你就将你的名甲藏落。你安怎，你甲改做我要将我的挂路交予耶稣，伊就关心我。所以圣经会当成做你的祈祷书。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先搁一遍来，愿恩典平安对我亲在上帝甲我的主耶稣，加添做互我。所以咱的话会通成做上帝的应允，咱透过恳求祈祷来领受主的恩典。所以当你咧宣告主的话时，互迄个健康、医治、供应、享受、引带，伫你的生命中间，兄弟姊妹，你这个时阵若即几项为着你，也是为着你的亲友的需要，你就通徛起来，好无？你若有需要，你即摆徛起来，咱做伙伫遮来祈祷。需要同工为着你祝福的，你就徛起来吼。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咱的忠心同工主是关联的主，主是医治的主，主是供应你的。哈利路亚！主，阮来到你面前，将忧愁烦恼来交托伫主你。主耶稣，你讲囝仔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遮，你是要予阮得到安宁。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用你的名来祝福遮的所需要医治的，主你医治的欢迎充满。哈利路亚！要同工需要祈祷需要祈祷。哈利路亚！楼顶有需要同工为因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来宣告，病痛要得到医治，忧愁烦恼要得到透拔，心灵欠缺平安，你所要享受的平安，要临到伫遮兄弟姊妹身上。主，奉你的名，你来祝福，你祝福因，互因会通经历你的恩典，你的医治，你的赦罪，甲你的自由伫因的心内底。因为主，你知影阮心内苦楚，你知影阮头前的路的困难。奉你的名来祝福兄弟姊妹，透过祈祷服侍，家己去经历。你是我的牧者，你是因的牧者，互因拢无欠过祈祷，佮耶稣的性命。阿门。谢谢。最后，咱要为着主的守望祈祷，为着今仔日的所有这事项，咱做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按耳孔听我的恳求，照你信实，照你的公义来应我。求你，予我早起时听见你主的声，因为我靠你。求你，予我知应该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咱会通倚靠主，会通行主的路，也会通仰望伫主的恩典。咱要为着今仔日咱个人甲主上帝之间的关系来祈祷。咱要为着遮个今仔日有3位成人洗礼，有2位健身礼，有1位的小儿洗礼。咱奉主的名来祝因，3个拢是第一代信徒。咱要祝因，因为因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阿门。咱要为着遮个学生开始进入新的学习的环境，大学、高中也是国中。咱为着遮个青年来祝，为着10月27，新加坡的316敬拜团因的诗歌见证，要来到咱的教会第1场、第2场拢有，所以你会通邀请无到你所设定的朋友伫遮来做伙参加。今年咱12月29，圣诞节的福音餐会伫上尾礼拜伫来福新游玩会通邀请所以伫遮咱
即个时阵就拢开始咧筹备祈祷。兄弟姊妹，你已经心中已经有设定好的对象无？替因祈祷，当你邀请的时阵，因会通欢喜答应，会通欢喜来参与，会通做伙来经历主上帝的恩典。咱同心开声来祈祷，阿门。主，阮学老，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同在，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因为你是阮赐福的上帝，所以你愿意别人得救，无望有一个人是伫黑暗的中间来沉沦。你望阮是伫救恩的门内底，毋是徛伫门外口底，家己切起哀哭。主啊，阮感谢你。透过礼拜互人，透过主你的话，透过每一种时间的服侍，透过小组，透过牧区的牧养，互人会通做伙来经历你的同在、荣耀、恩典，充满伫阮的生命中间。然后阮会通遮做你是阮所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按伊吟诗，着按伊唱歌学老，谈论伊的奇妙的所行。请咱做伙来吟成圣诗115首，是字架顶耶稣受钉死，请咱起立吟全首。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全能万项有的主，是堪得着称颂懊恼的上帝。愿要感谢你，你应允阮用懊恼成做你的宝座。当阮懊恼你的时，你就甲阮同在。阿爸父上帝，你要除去阮一切的捆绑，透放阮脱离一切的罪恶，互阮无惊吓，互阮洗清气。伫属灵的征战中间，靠主得胜，赢过一切。
阮要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满足的平安喜乐，互阮有健康的灵魂体。阮要学罗你的名，这是你丰盛的祝福甲应允。你的恩典到夜晚用。主啊，全能的上帝，在伫人是袂话，在伫上帝万事拢话。因为你讲出就有，你命令就徛伫。你的权能充满宇宙万有，对天顶到地极。野生的你互因能力，软者的你加添因的气力。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因走也无夜，行也无晨。主啊，阮要恳求你，求你拄起阮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囝儿犯罪，不准迄个罪恶管辖阮。主，你讲，阮若认家己的罪，你是真实公义，要赦免阮的罪，洗除阮拢总的不义。因为你的心意就是宽容，无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悔改。阮一齐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愿你用水透过真理的道，甲教会洗清气，成做圣洁。主啊，阮要为着今仔日洗礼兄弟姊妹来祈祷，因欢喜伫众人面前，靠着信心来承认耶稣基督是因活命的救主，也要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托互耶稣基督。求主继续施稳连灵因，伫因的心上，互主你真理的光明光照因活命的道路，坚固因的信心，互因行伫平安喜乐、上主赐福的稳定道路。学生歇热放假伫要结束，煞者要开学。主啊，求你帮助青少年的囡仔，活伫即个世代无受污染。求主清心动工引带，互因伫圣性内底充满气力，互因的心活转向你，建立因的自我形象，互因为着主来活，伫主内底有能力。愿主你设立迦南教会遮个青年囡仔，成做即个世代的光甲盐，带领因行一条互主疼痛有福气的道路。主啊，甘南教会要向你求搁较大的福音，是需要兄弟姊妹做伙起来齐齐祈祷，是需要每一个人来装备用行动来托付因。阮要透过圣诞福音参会、小组的关怀活动、小组的结连，建立伫主内底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将人赏赐互迦南教会，阮也需要搁较济谦卑，甲主同工同行。阮定着要看见上帝的国度广阔，定着要看见上帝的教会兴起，定着要看见迦南教会的人数日日加添，永留无线。感谢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听阮的祈求。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33篇就是诗篇139。启应文33篇诗篇139。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尔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去倒位，我才会倒向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抓在。暗
暗时亲像日光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山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即是要请圣歌队献诗，因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一首英文诗歌。I will sing with the Spirit， 是我要用灵歌唱。
请咱来继续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尼希米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和合本的圣经是伫个598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迄时，祭司头以利亚实甲伊的兄弟遐祭司起来，去造羊门，分别以做神。按迄个门线，就是到哈米亚的掌基楼，也到哈南亚的掌基楼，分别做神。接续伊个是亚利高人起造，接续伊个是英利的囝撒克起造，哈西那遐个囝起造鱼门，下伊个圆，按伊个门线，甲伊个锁，伊个弓。接续伊个是哈古斯的孙乌利亚的囝米利末修理。接续伊个是米士撒别的孙比利加的囝米苏兰修理。接续伊个是巴纳的囝撒多修理。接续伊个是提古阿人修理。总是因的贵族无担当因的主的工。巴西亚的囝耶和亚代甲比索代的囝米苏兰修理旧门，下伊的圆，按伊的门线，甲伊的锁，伊的弓。过来，咱要读第13节到第15节。哈伦甲撒罗亚徛起的百姓修理山谷的门，起造伊按伊的门线，甲伊的锁，伊的弓，以及城墙1,000肘到稳数的门。管理伯夏基林地的李家的囝马基亚修理粪扫门，起造伊按伊的门线，甲伊的锁，伊的弓。管理米斯巴地的国何西的囝沙伦修理水泉的门，起造伊看伊按伊的门线，甲伊的锁，伊的弓。以及瓦郡王园的西罗阿迪的墙，到迄个对大毕城落来的倚压以上。即时要请尤牧师来正道，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门内门外。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伫阮心门咧拍门，邀请你进入伫阮的生命内底，互阮会通伫你救恩的门内有份，互阮会通透过遮个门的意义了解你要伫阮生命中间的起造，开阮的心窍，阮明白假使才有呢去行，福气临到伫阮的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因为透过门内啊门外，你是徛伫即个门外，还是徛伫门内？到底即个城门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对于尼希米听到故乡对哈纳尼所了解的遮个情形，伊毋捌倒转去，总是听伫遮个困难，互遮个同胞、互外族、互其他的人伫遐来凌辱。所以伊的心肝真艰苦，所以伫艰苦的中间，咱知影讲，恁的心内若有艰苦，若有忧愁，就会安怎？笑袂出来啦，是7:25分安尼，毋是10:10分啦吼。所以伫遮就看伊讲，伫伊的负担就是为着伊的家己、伊厝的人、家族、伊的遮个民族伫遮来祈祷、来认罪、来恳求。毋望上帝透过伊的恳求祈祷来听伊的祈祷，所以伫即款的祈祷内底，伊产生有遮个负担。所以伫伊的忧头甲面中间，王甲讲你也无身躯，也无安怎，你是咧安怎忧头甲面？伊就将遮个故乡的困难讲互王听。结果咱看用上帝来感动王，甲伊手所手持的遮个资源。所以人有看见尼希米着对苏珊即个王宫做酒政，一直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伫即段真长的路中间，伊伫遮来准备伊家己。总是要起造遐尼大个城墙有简单无？无简单。好亲像若要靠牧师一个人要起造即个教会，有简单无？无，甲你边仔讲无简单啦。所以毋通有中日同工。区长、组长做伙伫遮来牧养，对无？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有牧师的恩赐，总是嘛牧师的欠缺。
所以需要遮个中正同工兄弟姊妹做伙伫好亲像每一段的规划的城墙的中间，做伙伫遮来起造。其实咱看讲，伫尼米到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伊伫遐来观看，哇，撒玛利亚四周围拢有遐个对敌，拢有遐个讲黑暗的势力要来阻挡。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要安怎伫伊的智慧来招呼来起造这城墙。顶礼拜老牧师有甲咱三甲来分享讲来做伙来起造你是参与伫即个起造内底，也是好亲像拄仔讲摕即个贵族徛伫边仔伫遐无要参与所以伫遮咱有看伊尼米伊开始伫祈祷的内底，伊嘛有行动，伊去了解讲情形，所以收集情报有一寡遮个资讯消息了后要安怎去，伊要安怎成做一个斜杠人生，就是讲对迄个管酒的人中间来成做一个参与伫营造、伫起造的过程中间有个人咧开玩笑讲牧师即毋是敢若牧师若像要迄个中医师安尼所以伫迄中间你要安怎去学习，有真侪遮个财物帮助，互人会当伫伊会拄着困难的中间，伫咧得到帮助。咱有看见尼米伫伊生命嘛共款，伊开始伫遐咧学习的，所以有一寡遮个起造的难度，一个建筑爱先有啥难度嘛，有难度的中间，你搁来有材料所以伫祈祷的内底，咱看伊顺其了得到王伊的圣旨通行证嘛。伊要去到伫别个所在，爱经过即个关卡，所以要有通行证嘛。搁有遮个材料，所以当伊祈祷的时阵，上帝就帮助，王的手会当互伊安怎，你家己拣，看要偌济木材会当伫搁有毋是干那起城墙，搁有起伊的厝，遮个材料拢有所以万事俱备，万事拢传好势总是无法度靠伊家己一个人啦。所以伫迄中间做伙同心团队，同心来起造，总是你要叫每一个人来参与，简单无？无简单。所以伊需要有智慧伫遮来呼召，伫遮来激励、鼓励遮个兄弟姊妹，伫遮讲起来，即马就是即个时阵教会要兴起，嘛是需要你我的参与。10月7日，咱要选举中正，你有迄个符合规定、迄个资格时，你要出来无？你要起来伫遐来承担无？当然嘛，爱通过选举嘛，对无？总是上帝若感动你，你是毋是愿意伫即个时阵把即个机会，甚至是将来上帝要使用你，互你的恩赐会当伫遮发挥出来。兄弟姊妹，今仔咱要透过即段圣经，拄仔咧读真侪遮个声门门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到底伫伊属灵的意义要提醒咱啥物？今仔咱若看伊讲，透过遮个声门要进捌伫耶稣基督内底救恩的3部曲，就讲即个中间，咱拄仔开始读讲这有够无聊搁有迄个门锁，搁有啥物是要创啥总是念明牧师甲咱三分享，我相信你就会搁较了解即个意义。声门的起造需要有材料，需要有遮个难度，需要伫属灵意义来鼓励，所以互遮个人会通做伙伫遮参与，无论是远的，无论是近的，拢会通做伙伫遮参与。所以尼希米伊真有智慧，伫祈祷内底，上帝就互伊有整个的即个起造城墙的智慧，要对地开始起。你若好好去遐注意若照顺性顶来讲，这是咧同胞嘛，爱做伙总是伊是安怎？伊是安怎做？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后壁我会甲你讲所以伫迄中间，伊安怎运用遮资源，鼓励人做伙来参与。圣经内底今仔咱所看有10个门，其实你若去看12章，38、83、90后壁遐佫有2个门。检采是无啥物毁坏，所以无伫今仔日咱的经文内底所看的安尼所以伫遮咱要看讲，伊要做伊有一个管理的目标。我伫第一场讲牧师的强项，牧师的温数是啥物知无？有人讲话，我讲是传福音啦
所以兄弟姊妹，同工可能常常看见牧师伫传福音，所以管理的部分毋是我的强项，总是我愿意学习。所以伫学习的过程中间，豆豆安尼学习。所以咱中间嘛有管理的高手啊，对无？咱的中间嘛有安怎关怀的人才咱中间嘛有迄个伫设备、伫总务、伫等等无财务无共款的人才。所以为虾米牧师受方立设立中级同工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就是即个原因。尼米除了对上帝领受即个智慧了后，伊拿图伊爱好好伫遐来运用遮个人员、遮个民族、遮个各行各业。所以伫遮伊有一个拿图了后，开始安怎？头一个就是讲，要安怎呼召因、激励因做伙团队来合作。所以顶礼拜讲来做伙来，有无共款的，有男有女。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伫耶路撒冷有分做5区，即5区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就是米斯巴，还佫有即个伯合基林、基拉甲伯属，有分5区。做好亲像教会，咱有分几区？区6区。讲8区，家己去找看觅。第1区区长是啥？第2区副村长，第3区啥？第3区毋知啥？伫遐音控掂掂的，第4区咧？第5，恁拢袂家己举手咯？第5区、第6区、第7区，所以咱有区长嘛耶路撒冷伊有分5区，所以咱看伊讲，遮个区长、遮个首长，因做伙来投入因带头，因做伙伫遐来参与伫遮个门会去做，这是头一个。所以咱有看伊讲，因负责无共款的区域。第二，咱来看讲，遐个远的耶利哥、米斯巴基边遮个撒那阿也是提哥阿，因离遮个城墙有较远，总是因嘛愿意伫遮来参与所以无论你是远你是近，你拢欢喜伫遐来参与伫即个去做。所以各地遮个百姓，无论远无论近，因拢投入，所以互咱看会啥？伫迄个注重心灵、信仰、有祭司、有遮个各行各业因佫有连伊咱会讲着讲，你负责领导头前迄段有啥物款的意义？头一个，第三个就是讲，伫经济方面，伫方便上下班对无？上下班方便，佫有咧，伫人的内心、人文的关怀伊拢有伫遮来注重所以各行各业大家做伙拍拼，大祭司遮个银像做香的，伫奉献的顶面，伫献祭顶面，服侍的顶面咱有看见，遮个人拢做伙伫遮来参与，为着要互伫迄个礼拜中间会通真好参与伫这个城墙去做了后，互内底伫遐的百姓因拢会通有平安，会通真自由伫遮来学乐敬拜咱的主上帝所以对家己的厝来修理，伊对面就是讲我厝对面的遐个城墙来即段做阮长老，恁兜头前迄段你负责嘛？因为恁翁在做啥？土木工程嘛，对无所以恁兜的头前迄段，你会头工减了袂？为虾米倒落破去迄敌人就对遐来甲你所以家庭若有破欠，嘛是需要咱家己修补。一个家庭破口破欠，咱爱家己顾好。当你迄段若修理真好，所以尼希米真有智慧，发小包你知无？分段承包啦，分段承包
总是伊会当安怎？伊咧做诶，着本来咱做一般是种顺时钟，对无？你看为虾米伊是颠倒平安尼逆时针安尼来做？咱念咪来看讲，头一个就是讲，你诶头前迄段若拢去互用，逐个人拢家己有私心啦。我若顾用迄个歹诶，就袂临到我所以每一段安怎拢做用诶。所以上下班佫方便，对无？会通节省遮个时间。所以咱看年尾伊真有智慧，佫来就是讲有遮个男、遮个女。即个无论啥物人，因会当做伙伫遮来起造即段的声唱互即段声唱会当完整。咱要来讲起讲，遮起造声唱到底声门声唱即声门的意义是啥物头一个就是讲，伊要展现伊的权柄、伊的能力所以咱看有真侪国家，比如法国伫凯旋门伫遐咧阅兵，咧展示伊的国力。伫声门嘛有即款的特种咧展示我的一个气力，我的权柄，所以互敌人伊毋敢随便伫遮来甲侵略。第二就是讲，咱看伊讲遮个尊贵的人，因会徛伫即个城门口。你知影普阿斯要解决要带罗德的问题的时阵，伊要去到佗？伊去到城门口，然后甲遮个父老伫遐来参详，佫有甲遮个亲戚讲来，恁大姓的恁先要带无？要赎回无？毋着我所以第二个就讲，伫迄中间有真侪遮个尊贵的人徛伫迄个所在第三就是讲咱有拄着困难的时阵，亲像普阿斯共款伊到伫迄个所在，然后为着路德伫遮来解决遮个代志，所以若有一寡遮个事件，因会去到伫城门口，请遮个长老也是遮个头人伫遐来排解毋茫有迄个公义，咱做伙来读来。着万分歹爱好，伫城门行公义的审判，检采摇花万军的上帝要施恩伫约瑟村的百姓。伫遮中间有咱看会讲，伫城门口嘛有即咧行公义，公义会通伫人的中间。过来咱看伫城门口，因有当时也有亲像伫迄门的边仔有迄个经文的刻伫遐就是咧教导有几遍去到伫耶路撒冷咧哭唱的时阵，拄好有遮大人为着囡仔16岁以上咧成人礼伫遐咧读啥？读摩西五经着陀螺就是律法册所以伫迄中间，为虾米因会即个犹太人真有智慧，佫控制全世界大部分的经济，因对细汉着宗教的信仰教育，所以家庭的宗教信仰教育真要紧，毋是讲就送来水落就好，送来儿童牧区毋是安尼儿童牧区当然会通帮助，总是真侪遮个信仰是爱伫家庭伫遮来教育所以因会教导囝儿时就讲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教示过来第五就是讲，你若去看有真侪城门边仔有迄细空的安尼因伫遐对迄个中间来写字，所以门嘛是一个守备防卫遮敌人对敌攻入伫咱的中间所以这是城门的一个真要紧的意义过来咱来看讲救恩的门，透过即个救恩的城门的意义，为虾米大祭司开始对羊门伫遮开始来起造羊门到底是咧讲啥？其实是遮个赶羊的人因要对羊门牵羊入去到伫要献祭的所在，伫遐刣伫遐来献祭，所以叫做羊门。所以对即个中间入去了后，好亲像咱看其中约翰讲，看上帝的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所以互人会通伫遮来重新得到经历。今仔日有遮个兄弟姊妹要洗礼，就是安尼，互伊重新安怎得到即个性命我拄仔甲咱坤英兄讲，哇，你是对死过活伊会当今仔日过来做礼拜你知影伫迄个病房的中间，伫迄个中间实在是上帝的怜悯拄仔我看到我讲帅哥看到你今仔日来真欢喜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羊门是咧表示一个新的经历，顶头生的经历
所以耶稣甲伊讲，我是羊的门啦。恁若对我即个门入来吼，恁就会通得到啥？得到草料啦。啊，贼来无毋是要偷要摕要毁坏，啊，我来就是要互人得到丰盛嘛，对无？吼，所以感谢主吼。啊，丰丰富富的恩典要伫咱的生命中间，然后即个合南业劳吼，合南业劳其实就是讲上帝家己咧看顾吼。对城门就是讲，人要进到伫上帝圣殿底下来经历上帝恩典，所以城门的真要紧吼。啊，透过人信主了，重生来经历了，咱看伊讲，鱼门是啥物意思啊？咱若听到鱼门啥物意思？就是讲因掠鱼的人，因摕到即个鱼货时，因会对即个门伫遐入，啊，因的西北墙有一个鱼市场啦。所以呢，去伫迄个所在卖，所以伫迄个中间哦，遮个人因掠着鱼，因就进入伫遐来贩卖。我参照伫上联伊讲，咱头先得救了，送互咱一本的生命册、生命册，对无？你着爱设定对象。第一代信徒拢是安怎？真火热、真热切嘛，所以一代清，二代明，对无？吼，三代步步无明，总是我无茫讲，亲像安尼讲，你的信仰是步步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无代，皇马满厝经，毋是安尼嘛？所以咱中间有第四代，吼，三代，吼，拢有。总是看见因的生命吼，参与伫遮个夏令营，伫遮青年，伫遮儿童的服侍，真赞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免怎得着人亲像得着伊。传福音的经验，吼，所以耶稣讲，来，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啥？讨伊的吼。第三，咱有看讲，即个古门就是讲，即条信仰的道路永远不变，吼，真理的道路行伫即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互咱知影讲，咱徛伫即条路是互咱会通得着安息的道路。啊，即条路就耶稣讲来。额外款式，我要互恁会当安怎？恁的担是轻的，是快的，是容易。互咱会当知影讲，即个古门就是咧讲是个真理的道路永远不变。然后咱看讲，当你行伫迄个即个真理的道路时阵，有当时你初信主吼，当咱今仔日有初代即个信徒吼，第一代信徒，厝的人嘛有咧反对呢。对无？嘛有一寡遮个阻挡的，总是因决意，因要伫遮来领受。所以即个国门就是讲，检测你行过伫即个死荫的山谷，你伫即个信仰的道路顶面，毋是信耶稣了，就袂拄着困难。吼，检测因为咱家己关系，因为试探、试炼会带来你面对着遮个困难，总是上帝透过话中的祝福，要帮助你，互你会通经历。所以你拄着困难时，你会发觉讲，你有真侪时间，你会谦卑落来，你会伫迄个受苦的经验，伫遮来祈祷来恳求，所以你会发觉讲，伫遮困难的过程的中间，你有开真侪时间来亲近上帝，你有开真侪时间来祈祷来迫切恳求，对毋对？啊，若真顺时时，拢有当时拢袂记，连食饭摊开就爬啊，你知无？所以有当时咱拄着困难时，你会发觉讲，哎呀，我搁较爱安怎亲近上帝，靠赖上帝安尼。所以伫遮代表讲，我伫迄个信仰的经历过程中间，检测有一寡遮个困难，总是要经过流目屎的谷，要伫遐来拄着遮上帝所赏赐的，要欢喜伫遮来结果子。其实伫古门附近遐有一个以法莲门啊，以法莲门其实就是双倍结果子啊，双倍的一个祝福。过来咱有看伊讲过来是本色门。本色门，啥物叫做本色门？就是要倒本色，拢对迄个门出去，外口是新轮廓、新嫩子骨啦吼。遐拢差不多，若像本色场，火点咧烧安尼。所以有臭味无？派你去遐去好毋好？毋好，逐个拢要拣软的，逐个拢要拣好做的嘛。咱的总务部足辛苦，咱真侪遮
每一步拢无共款的即个范围总是伫遮咱有看讲，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会看见啥？伫你生命中间迄个软弱，伫你的生命中间迄个缺点，所以你就会认罪祈祷悔改。所以伫遮求上帝透过祈祷的中间来除去伫咱生命中间的黑暗，遮误会。所以亲像保罗伫遮咱来看伊伫遮伊的生命安怎讲？伊掠万事看做啥？粪扫啦。咱本来咧追求，总是咧追求世间的过程中，因为伊拄着耶稣，伊的生命得到经历，所以伊生命完全改变，伊的价值观就改变。属人的观念，甲变成做属神、属主、上帝的观念，属神的观念，甲属世俗世俗的观念。所以今仔日咱我都无用我趁钱总是当你拄着耶稣人，像保罗共款掠上帝做头，因为伊知影属好的源头就是上帝。所以伫迄个中间，伊会看见伊家己谦卑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头前，就来到水泉的门。泉门就是代表圣神的同在当人悔改谦卑认罪，拍开心门的时阵，圣神就充满，要帮助人，互人得自由。所以圣经讲，真你要圣神讲言，恁要伫遮来得到自由啦。真理要互恁得到啥？自由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借着即款的圣神的同在，人谦卑、屈家认罪了，圣神入来。初代教会五旬节，也是咱看真侪遮，因为因认罪悔改，圣神就降临，然后就安怎有遮个经验，然后因就开始伫生活中间互相分享、互相帮助。所以，即个泉门就是要帮助互人有圣神的同在，除去遮罪恶了后，水代表啥？咱看以弗所书的时阵，就讲借着水，今仔日你有水听诗会伫祈祷无？借着水，借着上帝的真理，伫遮来洗清去教会。所以，上帝的话伫遮水门代表啥物？代表要透过主上帝的话，你啊看对人得救开始一步一步。然后，即个水门就是要互上帝话伫遮来清气咱，帮助咱。你有上帝话开始，就要安怎面对你人生有真侪遮精进的时阵，来到伫咱看见即个来马门。马伫圣经内底代表就是精进骑战马伫遮来精进，所以马门伫遮有真要紧的意思，就是讲伫生活中间有拄着遮属灵的征战伫你信仰的顶面，检测伫你人生的顶面有真侪遮精进，所以你有上帝话开始，你就会去分辨，然后有智慧去判断、去选择做意志的决定。我袂今仔即几位因会伫上帝正人面头前讲袂所以昨咧问道理问候伊讲阮是要安怎做？亲像圣经讲，若安尼，阮是要安怎做？好无？顶回牧师讲一人得救，全家安怎？迄个監角的顧監的人，為啥物？無我要安怎做啦？彼得嘛，甲遐個要悔改人講，恁着愛安怎洗禮歸耶穌的名。所以當有上帝話有行動了後，面對生命中間的精進的時陣，就有困難嘛。所以你祈禱就官兵佇地面上困飽，佇天頂也袂困飽；佇地面上透飽，佇天頂也袂透飽。其實咧面談也是講甲人咧諮商咧幫襯的時陣真侪遮負面的思想無去講，你着做看覓，你去做看覓，所以着互你會通佇遮經歷。過來東門另外一個名叫啥物？若有去以色列的你佇迄個自橄欖山即邊會看到迄邊，嘛有去到迄個所在。即個東門另外一個名叫做金門，毋是馬祖，迄個金門好，就是講，那就主要搁再臨的心意，對即個所在入來。總是平常時伊會封掉的，佇舊約內底有安尼記載。結果佇那就15世紀即個回教的
回教伊伫遐来侵略，然后就将即个城门伫遐甲封起来吼，拢符合伫圣经其实旧约内底所有言的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会讲，要透过安尼无论啥物人会当当主耶稣入来先载入伊会对即个所在，所以咱就爱警醒伫遮来期待来等待。最后呢，你有警醒，你有期待，然后来到伫即个合米佛教门，其实伊另外一个意思是算数点，算遮个人吼，伊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审判，来到恁徛伫上帝的即个宝座前吼，然后伫遮来受审判。所以对遮个百姓伫遮来有表基督伫最后迄款的审判。所以你也看讲对救恩，领受救恩，然后传福音，然后你伫你的真理的顶面徛在，虽然伫安尼会拄着困难，然后咧伫迄个伫软弱的中间，你会看见人家己的软弱缺点，然后记得了后圣神的充满全门全门，然后有主的话来帮助你坚固你的信仰，过来咧，互你会当面对做遮生活的挑战的时，你会当靠主得胜，靠主得胜面对遮征战你会当赢过。然后咧，你到伫主来的时阵，你会当徛伫主施恩的宝座前安怎好胆无惊赢。所以这声门的意义帮助咱，所以咱会通透过这个声门伫遮来分享，来帮助咱。过来，即几个声门，咱来做一个综合。尼希米了看对安尼有伊的属灵的意义，安尼会去做。头一个就是救恩的根基啦，就是透过羊门耶稣基督上帝的羊羔替咱来付上代价，所以咱今仔日爱搁用遮个精神无？爱抬猪公无？爱举香来拜无？毋免啦，因为耶稣为着咱来牺牲，所以咱敬拜伊是用心神、用真理、用诚实伫遮来学落来敬拜。了后，咱看伊呼召学生，然后伫你得救的内底，你用你的生命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找因去到逐所在。所以伫迄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恁得着圣神的开咱，恁着安怎？对耶路撒冷、骗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福音嘛。所以爱道结果子嘛。所以当你军队即个真理的时阵，徛伫即个古门即不变的真理内底，你的生命会通成做道结果子的生命。这是救恩的真理了后，咱爱安怎有迄个经历啊？是对念念咱的使用嘛？你要承认你的罪 ，repent 是啥物意思悔改。就像你伫你生命中间拄着苦难，你会当谦卑落来，你会当悔改认罪，你会当互主的保护，亲像咱咧领受即个圣餐杯、葡萄汁，代表耶稣的保护，然后主的神来充满借着水甲圣神来洗礼，互你归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分别做圣。这是咱救恩的基础了后，你爱进入伫这个经历了后，就有啥物款？一个结局面对这属灵征战、黑暗的关系伫困窘的时阵，你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你送甲同在，然后你徛伫主施恩的宝座，你会通坦然好胆无惊吓。所以你永远的结局是啥物？是伫门内也门外。你洗礼了的，你有接受耶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你的你是徛伫门内也门外，天堂的门内也门外。真的吗？拢无啥把握。真的啦，启示录来讲，我甲你讲这是真的啦，所以你着爱写落来嘛。圣神启示老约翰讲这是真的，你着写落来。搁有咱看见天顶遮个所要去的所在嘛。耶稣嘛，甲咱应讲，我去甲恁备办所在啊，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伫遮来起做，无论是教会，也是对咱家庭、对咱家己心灵，迄个心灵的起做做要紧，灵命的起做嘛。所以咱有以后的真理啊。所以你若无了解，
会当参加伫遮个奇妙的真理，参加伫小组，咱拢有透过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新的选择，就讲你安怎选择新的步调，就是你的骹步，新的骹步，你要安怎行？面对生命中间有真侪只会征战的时阵，你要最后一项新的呼召，遮材料要帮助咱，你会通诚做一个受呼召去安怎分享福音，带人来到伫主的面头前。所以透过遮的小组的牧养，透过真理的教导，透过遮属灵的训练，要帮助咱委身伫即个教会。最后第二个就是，你是徛伫门内，还是门外？你若无即个救恩，就是伫门外安怎，家己出去，伫遐哀哭。总是亲像迄五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在世主，伊时时警醒准备好，所以伊安怎甲新郎来啊，虽然有迟到，总是会通进到伫内底欢喜快乐。兄姊妹，今日咱要做伙伫遮来经历，你是毋是会通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主，你伫阮的心门咧拍，你毋茫进入到伫阮的心灵来，成做阮生命的主。今仔日，阮看见有青年人，有成人，有小朋友，因要伫主上帝甲圣人面前来誓约。来得到主你的救恩，当因领受这个福分，就是徛伫主你救恩的门内。主，当阮伫救恩的门内时阵，阮毋是干那伫遐家己享受，因为阮看见伫救恩的门外，还有做遮亲人朋友，因还未领受，因还未得救。所以今仔日嘛呼召，毋是干那遮无道的朋友，因会通进到伫门内。你若要透过教会去做牧区小组，透过遮个牧友，透过阮设定遮个亲人朋友，望因会通同伫即个救恩的福气。求主的神来启示阮，亲像对油门，最后倒转来到你油门，互整个遮个城墙会去做，互每一个城门。拢会通进入到伫主上帝你的救恩内底，阮好亲像守门的人，主你使用阮，互阮伫遮警醒以外，也通引带人进到伫即个救恩门内，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这时阵，咱要来吟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阿要洗礼成人的洗礼，请3位成人洗礼的兄弟来到伫头前哦。请恁做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咱世人中过啊了后，还未上天的大仙有讲：天顶地权已经拢总互我，
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直地到世间的路尾。五旬节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受赦免，搁领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恁拢纵远的人，就是见若咱的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神，即个圣礼典。圣神的充满，就要成做恁做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记，佮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即时恁着要爱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来应答恁的信仰。所以请恁注意来听，大声来应答，大声来回答，有也无。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文豪兄来。杨文豪，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充满你，因为你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因为你一人得救，互你所接触的人要同得福音的好处，靠耶稣的名，阿免。林无桥，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你要成做正人的祝福，也因为你全家要得到救，也因为你，互你所服务的人客，拢通因为你来看见上帝恩典，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赵素琴，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你成做恁家庭得救头水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你要成做这个世代青年人的模样，透过你，要影响侪侪青年人来得到主的救恩，靠耶稣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诚实。搁愿恁的神、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伫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主，你爱万人得救，伫万人的中间，你拣选
即3位兄弟姊妹，伫因的家庭诚做头水果子，诚做第一代信徒。透过因祝福因的家庭，全家要得到拯救，全家要得到福气。透过因诚做你要诉因亲朋好友一个真要紧的祭司管道。愿主诉因心身的勇健，灵魂体形成，靠耶稣的名，阿门。向后转哦，咱要请小员伫遮来接纳。咱来邀请小莲的东坡来敬唱礼物，来抒情，田恩，来站在中间哈，站在中间啊。好，会做来，还没有。来，尤文和兄弟，咱请廖文长老，会当伫属灵的顶面，诚做因的同伴站出来吼，徛伫中来吼。来林木桥请如山，站在中间前面。咱来介绍对这上少年的咱的抒情伊是家己正义教会今仔有伊这同学邀请6位的同学伫咱中间，来站起来他的朋友同学还有请坐你的家人就是青年牧区的OK， 好，咱的尤文和兄弟伊亲人无来，总是第9组的做完一个所以参加小组有偌好的好处对无感谢主第3位是林木桥伊的亲人无信主总是嘛捌有机会带来伫拜6的礼拜所以伊是公车司机，所以我拄仔讲咧服务服务正人，所以透过安尼，望透过伊真好的表现，互人会通伫伊身上看见上帝恩典也透过刘清泉牧师其实甲刘清泉牧师有关的因兄迄嘛是算家人。好，请回座咱来吟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请要坚信的2位站在中间。三位一体。
玉萍、欣礼，恁细汉的时已经洗礼，来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甲咱教会的小儿会员，属伫主上帝恩典，也互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今仔日恁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承认恁的爸母早前替恁所立的约，来归属上帝，献身互伊，重新来立约，来服侍主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囝仔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父的爸的面前来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我看恁的表情，到底是听有啊听无？有吧？有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安尼听有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恁两人细汉已经受洗礼，即时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主你爱人来到你面前，来承认，来确信，来玉萍心里，因两人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主你的恩典，透过家庭的疼痛，互因会通认捌真理。今仔日因家己洗约，上帝甲众人来做证，因是有福气的，是通进入上帝你恩典的。愿上帝所互因伫青年时代，就成做即个世代青年人的影响，好的模样。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小会员伫遮来写好传，手来接。